的结束，怕路卡的结束吗？这龙羊毛跑，你了那么吧，你给我快点吧，哎，我等那边你查，没有办法那个苦的，为什么？我比你们寂寞的，反正嘛你那看哎，你那么哪有些个没苦的不要，你说这路边的跑的你那看哦，反正嘛你那看突然也干不掉路，哎，这全部把表弟扣下来的，哎，这全部把表弟扣下来的，哎，反正嘛你那看对哎。这全嘛，这把我说那个表弟啊嘞，裤子来的，表弟把裤子来的，到刚才那表弟，你裤子来了，哎，我们这都是你老搞那个就拍到我皮的，大包的都过来的，我老皮的朋友呢，这个多包了，这个你那看了吧，老多叫哎，拖来的也的，这全嘛，差别也比较慢，差我这样慢些么的，个个都在讨个表弟吧裤子来的，然后现在不知道吧，那你老皮的叫我把地大呀，不知道吧，现在的哎。表弟裤子了，来看没？对到牙边吧，牙边，哎，好的，我没，大包没做裤啊，哎，没，我没老皮的把老板就讲我多了呗，这老板，哎，这老板你那边那多呢？哎，好说哎，你这老板怎么办？你路在前头，比多老表的我都来，那个他妈不打开呗，哎，那个他妈不打开呗，比多老都那么太大，哎，我这边比多些都爬来，没比多来包一把包呗。说这边老板，好了，这边老板娘给呗，这边老板，那那过来是吧？我说阿伯的不行嘛，那个什么的，我可以那个，哎，没，我把爷来没，把爷来的，现在你要做吗？